雅鲁藏布江边一座山上，出产一种质地松软的石头。取回的白沙在寺庙里被染成各种有寓意的颜色。燃香、念经，年轻僧人即将和老师一起研习一年中重要的一课。大殿的地板上，细细的白色线条，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比例严谨的复杂图案。彩色沙粒从指尖洒落，心中的形象开始入画。40多个僧人分别在4个不同的位置，凝神构建一个神秘的建筑。细沙逐渐构架出的建筑，在佛教被叫做坛城。它是佛的居所，佛的城市，佛的宇宙。据说当年佛陀也是这样与弟子一同作画。眼前色彩斑斓的世界，却是由沙粒构成。做好的坛城等待着萨嘎达瓦节的开始。在萨嘎达瓦节最重要的一天，人们来到坛城边，手拿一支香，等待。他们将见证一个色彩斑斓的沙粒世界变换、消失。可以辛苦地拿起，也可以轻松地放下。一次次被抹去，因而一次次建立。沙子变回了沙子。